冇跟進嘅話，下一位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即係因應北都嘅發展啦，咁啊，即係嗰個未來嗰個用水量嘅嗰方面嘅提升，咁所以今次呢個工程，即係牛潭尾濾水廠嘅擴展嘅工程，同埋嗰個嘅新界北區嘅食水供應改善工程，我覺得呢兩項工程係有嗰個需要喺度做嘅，咁呢個係表示認同嘅。咁不過我都想關心了解多少少，就係其實就嗱，呢個牛潭尾嘅濾水廠就睇翻資料，應該2000年開始啟用啦，係咪？咁即係我又都聽到話，即係喺新界，即係我新界地區辦事處嗰邊咧，都聽到啲居民講話有啲即係地下食水管一啲嘅漏水嗰啲問題。最後，咁就我想了解少少，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好似喺北部都會區，例如我哋由新田啊、加州花園啊、錦繡啊、錦田啊、元朗啊、天水圍一帶呢啲嘅地下食水管，現時嗰個使用個年期係幾耐咧？佢哋現時個地下呢啲水管嘅個狀況係點樣？咁啊有冇需要即係話咩時候又要做一個全面嘅更換地下食水管？我知道市區嘅時候咧，我哋當年喺市區都知道即係分咗好長嘅時間去將市區嘅地下食水管咧做咗一個大型嘅更新嘅。咁我都想了解下，即係喺北部都會區呢啲我哋未來新嘅發展區，咁現時嗰啲地下食水管嘅狀況係點樣？有冇啲嘅例如一啲嘅屋苑、一啲嘅地方，會唔會有啲地下食水管嘅漏水嘅問題？可能因為業權啊各方面嘅原因而未能夠得到即係有效嘅即時嘅一啲嘅解決。咁呢方面唔知局方可唔可以回應下？唔該，多謝。好啊，多謝陳多謝議員。係我哋嘅食水管其實香港大概應該有8000多km 即係公里嘅食水嘅公里，咁嘅食水管，咁其實我哋咧又喺2000年至2015年其實換咗3000嘅，咁當然咁大型嘅換，即係對交通啊各方面影響大，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都用緊佢個風險為本嘅方法去排次序啊，咁其實我哋應該做咗400幾公里。比較小型啲嘅，舊年亦都攞錢咧做去做20公里比較大直徑嘅，即係嗰啲600mm 去到1.2米直徑嘅。嗱，咁其實呢個咧，我哋一路以嚟都有監察嘅。譬如我哋成日提到我哋有個智管網咧，將香港分咗2400個區域去監察嗰度有冇滲漏。如果有嘅咧，我哋就會盡早去做嗰個復修。咁所以咧，我答翻個問題簡單嚟講，就一路以嚟，就算新界又好。北都好，或者市區都好咧，我哋都會一度密切咁監察嗰啲水管有冇滲漏，從而適時去更換嘅。咁當然剛才提到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入到私人屋苑嘅業權問題嗰啲咧，咁嗰啲就可能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啦。但係我哋政府都會盡力幫忙，因為點解咧？食水係個寶貴資源，我哋都唔希望浪費嘅。